主，我需要你，炼净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来分享《申命记》第23章1到25节。申命记23章，我们看这张图表的话，申命记从第12章到26章主要讲律例跟典章。那我们所读的申命记23章的部分主要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个是禁止加入上主会的条例，那还有第一个是保持均匀清洁的条例，还有其他条例。我们现在先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读的是现代台语汉字2021年版的经文。禁止加入上主的会条例。第一节，性器官受伤也是演起的人，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。私生子嘛袂顶加入上主的会，伊的子孙到第10代嘛袂用得加入。阿门人甲摩押人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，甚至到第10代嘛袂用得加入。因为恁出埃及的时，伊无伫落里用食物甲水毋食啉，搁且米索不达米亚必多人比你的囝别人来互恁咒诅。毋过上主恁的上帝无听别人，因为上主听恁，将迄个咒诅变做祝福。你永远毋通帮助因得到平安甲繁荣，毋通怨恨异动人，因为因是恁的亲族。毋通怨恨埃及人，因为恁捌寄居伫遐。伊的子孙到第10代通加入上主的会。这个1到8节就是进入耶和华会众的资格，这个部分规范哪些人可以或不可以参与以色列的宗教与公民集会，强调民族的分别为圣。像禁止入会者，也包括那些性器官受伤或被阉割者，就身体有残缺的。像私生子的话，他子孙到第10代都不可以加入这个会。那亚门人与摩押人，因其在以色列出埃及时表现敌对及故人咒诅，其子孙虽过10代，也永不可入会。那至于以东人与埃及人，待其子孙到第3代可准入会，因以东人是弟兄，而以色列人曾在埃及地寄居。那我们看下面第2部分，保持君爷亲戚的条例。第9节，恁出去昨夜要攻击对敌的时，就避免互恁遇到礼仪上无清气的事。恁中间若有人妄想遇到无清气，伊就出去营外，毋通搁入来营内。到要红的时，伊就用水洗身躯，到日落才通搁入营。恁伫营外就规划一个所在做便所。恁的装备就土仔，互恁伫外面大小便的时用来呕吐，抗恁所放的。第14节，因为上主你的上帝伫恁的野内，甲你同在，要保护恁，将对敌交互恁，所以恁的边野就保持圣洁，才免伊看见恁中间有误会，就离开恁。这个第2部分是有关于战争营地的圣洁的要求，就9到14节。就当以色列出兵攻打仇敌时，军营必须保持身体与仪式上的洁净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营中行走。这里面就谈到一个个人不洁的部分的话，就是若有人夜间因梦遗而不洁，那须出到营外，并在日落前洗澡后方可入营。那也提到环境卫生，因为营外需定出厕所，
并随身携带小锹掩盖排泄物，以确保营地圣洁，免得神见污秽而离开。第三部分是其他的条例。第15节，若有努力逃脱，走去恁遐，恁毋通将伊交转去，互伊的主人。恁着互伊带伫伊所爱的所在，所建的城，甲恁做伙徛起，恁毋通互伊欺负。以色列男女毋通有人伫寺庙做妓女，也是恋童。寺庙的妓女甲恋童趁的钱，毋通带入来上主恁的上帝的圣殿社员，因为此两项拢是上主恁的上帝厌恶的。第19节，恁的同胞无论互恁借经文、食面，也是会信利息的物件，拢毋通摕利息。外族人若互恁借，恁通摕利息，毋过借互恁的同胞就毋通互伊摕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你要入去占领的地，伫恁所做一切的事赐互恁。恁对上主恁的上帝下愿，下愿毋通延迟，因为上主一定会互恁讨。恁若无下愿，就有罪；恁若无下愿，颠倒无罪。恁所有亲嘴对上主恁的上帝甘心下愿，就切实遵守。恁入去厝边的葡萄园，趁照恁所爱挽来食，毋过毋通伫个器具内。恁入去厝边还未收割的麦园，通用手掠白水，毋过毋通用掠袋仔割。这第三部分主要讲社会以及生活的条例，就15到25节。那这部分涵盖多项的人道以及道德的准则，比如说接纳逃奴15、16节的部分，禁止将逃脱的奴隶交还其原主，亦让其在境内自由居住，体现对弱者的怜悯。那17、18也是讲禁绝娼妓，以色列男女中不可有妓女或娈童，且其所得之资不可作为奉献进入神殿。还提到借贷取利19、20节，借贷给同胞弟兄不可取利，但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。神应许守此律法者必蒙福。那再来是有关许愿以及还愿的部分，向神许愿后不可迟延偿还，因为神必追讨。不许愿无罪，但出口的愿必须谨守遵行。还有一部分是有关邻舍的产权部分，就是24到25节。进入邻舍葡萄园或禾场时，可以用手摘取吃饱，但不可用器皿、砖肘或用镰刀收割。此规条在尊重私有财产的同时，也体现了对贫穷者的爱心与分享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，爱弟兄，爱邻舍，要牢记你给我们的诫命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，使我们永远走在你的真道上，不偏离。在我们身上荣耀主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